我时时体会到上帝伫我的面前，伊伫我的身边，我无跌到摇动。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01首，救主疼叹的声。圣诗201首，救主疼叹的声，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阮早着较无欢喜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对阮的听。伫过去一礼拜有经历你同在的丰盛、平安甲喜乐。伫过去一礼拜，阮的所行若有得罪你，求你赦免，使阮有悔改的心，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灵。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身躯心灵有无平安的，求你医治；有失去至亲的，求你安慰，拭去目屎；有财务困难找工作的，求你来开路。毋管伫什么款的境遇，互阮经历你甲阮同行，经历你伫旷野开道路的稳定，嘛坚固阮的心，持守阮是你的囝儿的身份。一生，阮着要追求，为着要得到你的欢喜。
阮嘛要将阮所听的教诲交伫你的手中，求你使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甲牧师团有合一的心志，赏赐阮有顺服的心，愿做伙来行恶主耶稣你的福音，嘛保守蔡牧师甲牧师团因的家庭身心灵拢得到永壮。我们将阮所听的台湾交伫你的手，求你来祝福即个岛屿，甲即个岛屿所徛大的人民，嘛，互住伫遮的人民拢会当认捌你奇妙的作为。求你来保守2020年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你的圣手举砍会当选出合你的心意的执政的团队，迈向公义、和平、美丽的国家的路。我们来感谢俄罗你，阮安尼祈祷无够假，阁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讲。即是咱做伙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16篇。启用文16篇。我来启，请各位兄姐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即时，咱要来吟圣诗，圣诗25首 A， 万军的主至圣的厝。圣诗25首 A， 万军的主至圣的厝，请起立吟全首。
咱即时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记载伫圣诗头前的第4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真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变十字架，死埋葬落于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所要学乐的诗歌是诗篇23篇。我
感谢圣歌对伊所献遮尔水的诗歌，带咱做伙来敬拜。即时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25章21节到34节。创世纪25章21节到34节。因为利百加未生，以撒就替伊的牵手向上帝祈求，上帝答应伊的祈求，利百加就怀孕。伊怀的是双生仔，红鞋仔伫伊的腹肚内面3块。伊讲是安怎我遮尔歹命咧？伊就求问上帝。上帝回答讲：两个国家伫你的腹肚内，你要生出两个互相对敌的民族，一个要比另外一个较强。大个要服侍细，伊生产的时阵到，生了双生，第一个出来的身躯拢是红的，规身躯就亲像穿了皮衫共款，拢是毛，所以伊的名叫做以撒。以扫。第二个出来的手牵条抓着以扫的骹筋，所以伊的名叫雅各。伊出世的时，以撒60岁。两个囡仔大汉了后，以扫诚做真牛会拍拉的人，介意伫外口来活动。毋过雅各就恬静，常常留伫厝里。以撒偏爱以扫，所以伊介意食以扫拍来的野味。利百加却偏爱雅各。有一天，雅各咧煮红豆汤，以扫拍咧转来，腹肚枵，对雅各讲：“我枵到要死，互我一寡红豆汤嘛。”所以伊的名嘛叫以东。雅各回答：“你将大囝的名分让互我，我就互你红豆汤。”以扫讲：“好啦好啦，我得要死啊！大囝的名分有啥物路用呢？”雅各回答讲：你着先按我咒詛，将大囝的名分留互我。以扫就咒詛，将大囝的名分留互雅各。所以雅各摕棒甲红豆汤互以扫。以扫食了啉了，就行开。以扫竟然安尼看轻伊大囝的名分。以上，即时咱要来请蔡牧师来传讲信息。所要传讲的是圣经人物系列12雅各第1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以色列族长的故事。咱顶回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咱今日要看以撒的两个囝的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做阮每一遍读圣经中间的人物的过程中间，阮确信主你着对阮讲话，对这个人物因的缺点、因的软弱，阮来学习警醒；也对因的优点，阮来学习成长。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注心伫你的话，透过安尼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以撒的两个囝的故事，就是以扫甲雅各。今日故事中间咧解说一件代志：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对雅各这个支族来展开的？阮问题，咱看故事中间大囝是啥物人？大囝是以扫，但是以色列历史确实对雅各有人叫做以色列是对这个支族开始展开。所以今日的经文中间讲到一个历史故事，就是买卖大囝名分的故事。这故事就亲像咱拄则所读到的以撒因为伊的某袂当生育，所以伊就对上帝祈求，上帝就应允伊的祈求。所以，伊就有心
啊，而且佫怀一个双生啊，这双生了出世了，大囝叫做以扫，第二囝叫做雅各。两个囡仔渐渐长大，圣经中讲以扫真够拍力，所以常常伫这产业中间拍力。雅各个性无啥相共，伊是较安静，较恬静，常常住伫这个布边内底。有一天，这个以扫拍力，拍到真忝真野神，伊等来到厝里的时阵，迄个时阵雅各咧煮一个红豆汤，所以以扫就对雅各讲：哦，我有够忝的，求你将这个红豆汤互我啉。雅各就对讲：我就甲伊做一个交易，就是讲，安尼你今仔将你大囝的名分卖互我，我就互这个红豆汤互你食。以扫讲：哦，我即摆喙焦腰强强要死，这大囝的名分对我有啥物利益呢？所以伊就将这大囝的名分甲伊交易，雅各就将红豆汤互伊啉。圣经中间做一个结论讲，以扫轻看伊大囝的名分，所以咱要对这个经文中间来思考几项真重要的信息。首先，咱先来看啥货是大囝的名分。今仔经文一开始讲，最后讲，以扫轻看伊大囝的名分，就是伊真轻视这大囝的名分。到底大囝的名分有啥物款的意义？大囝的名分是代表一种权柄、一种地位，特别是伫迄个时代伫古早中东的地区，真明显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无政府的管辖，所以生活中间一切一个部落拢是由这个族长来领导。一般来讲族长的地位就是传到啥物人？传到大囝嘛，也就是讲，今仔日的大囝就是将来的族长，所以。大囝的名分是非常宝贵、有重要，伊特别有几项真重要的意义。第一，伊会当得到双份的家业。咱若去看《申命记》21章15节到17节，才有讲起到大囝伊有一个真重要的权利，就是会当加一份家业。譬如讲，一个人若生两个囝，伊要将财产分互伊的囝。伊爱家分做3份，其中2份互大囝，1份是第二囝。若生3个呢，伊爱将伊的家产分做4份，2份互大囝，其他的人拢各得1份。用安尼，照这个规矩，这跟咱台湾人的传统有小可相共。当然，咱今仔日已经无安怎无安尼啦今仔咱的法律甚至连查某囝嘛会当继承家业，但总是迄个时代。伊的规矩就是大囝会当得到双份的家业。第二，大囝佫有一个管理的权柄，也就是讲，若老爸无伫的，大囝就当亲像老爸。所以老爸若无伫厝里，家中一切的代志拢是由大囝做主。所以大囝是来管理家庭中间各项事务。第三。大囝会当得到老爸特别的祝福，大囝会当优先得到老爸的祝福，借着老爸的祝福来得到属灵的福气。伫旧约圣经时代一些人的观念，有一个观念就是讲，一个人临终的时刻伊只会当祝福一个人，所以伫伊的看法中间，当伊祝福某一个人了，伊就袂当将相款的祝福互其他的人。所以咱看见着后来。这个以撒要过往进前，伊就祝福雅各，当然是雅各是靠欺骗的方式得到这个祝福。伊得到这个祝福了，伊就袂当将相款的祝福这个以扫。所以咱来理解来讲，伊有3项，这项的这个管理。但是大囝的这个名分虽然遮尔宝贵、遮尔重要，但是嘛是会当买卖。因为根据这考古学家伊去研究当时阵这个所在这个考古的文物中间因为找到大约是主前1500年前
真侪这资料吼，迄阵拢是用这泥板吼，这写的这文字吼，啊有一寡是属于这客户的文件，客户文件中间嘛有记载讲，当时阵有人将大囝的名分卖互别人，吼，譬如讲有找到一份这个记录，有人用3只羊啊吼买大囝的名分，啊，所以大囝的名分会当买卖，吼，这就是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到以色出卖大囝的名分，这是当时阵会当发生的代志。好啊，咱今仔看到这两个兄弟吼，因两个是双生仔囝对无？啊，咱爱理解吼，咱常常咱的朋友中间有即个双生仔囝吼，我毋知咱教会应该有哪有双胞胎啦吼。我因过咧牧会，即个富强教会吼，拢总有13对双胞胎吼，真非常侪对吼。有诶双生仔吼，生得足相共对无？分袂出来。个性嘛真相共，所以有时吼，我咧认袂出来，所以因比如我有一对青少年姊妹吼，生得够相共我真拢认袂出来。阮查某囝讲吼，我甲你安怎认？伊其中有一粒痣吼，迄个是啥物人吼？我以后较认得出来吼。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吼，伊是双生仔吼，伊甲因哥哥吼生得有够相共的哦。因两个去做同一天结婚啦，吼，同一堂礼拜堂结婚礼拜做伙结婚，结果安怎？迄天我有去参加，迄牧师叫毋着人，叫毋着名，要证婚的时阵叫毋着人，吼，好佳在迄个诗会吼，真够讲话讲吼，人会认毋着，但是上帝袂认毋着吼。所以有诶双生仔真生得真相共，个性嘛真相共，但是咱今仔看到即对吼，以色甲雅各，因。毋干那是外表生得无相共，个性嘛真无相共。咱来看伊有啥物款的无相共吼。第一项，因的名吼，因的号名当然名是无相共，但是因的号名吼，甲因出世的情形有关系吼。圣经中间安尼讲，吼，先出世的即个吼，出世了伊的身躯吼红吼，而且进前门吼，那亲像披衫同款吼，所以。因就来叫做号名叫做以色吼，意思就是有门的意思吼。所以以色的名甲伊的外形有关系吼，所以伊来号做以色。当然，咱知影以色以后，佮叫做以东啦吼，就以东即个族的即个祖先吼。这可能甲伊的外表，甲伊后来食这红豆汤有关系吼。所以以东的意思是红的意思吼。另外雅各呢？吼，圣经中间讲雅各安那出世的时阵吼，用手抓即个以色的骹尾吼，所以伊来号名叫做雅各吼。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讲雅各就是抓掉的意思，其实你若看现代中文本意思是讲迄个脚跟的意思啦，吼，骹后顶的意思吼。即个意思是讲抓掉即个骹尾的意思。所以，因为伊出世的时阵有一款的动作，所以老爸老母来号名叫做雅各。雅各其实伊一生吼，咱看伊的一生，真正亲像即个名相共，拢一直要抓物件，要争取物件，吼，要抓一寡代志，但是最后吼，伊去互上帝抓掉的。吼，这后一遍牧师甲大家做分享伊的故事，吼，继续来看伊的故事。这是因两个人的名无共款。因两个人的性格嘛，真大无共款。圣经中间讲吼，以色真够拍力，所以常常伫产业中间。这是什么意思？以色伊是真爱拍力，所以常常伫产业中间拍力。咱会知影哦，亚伯拉罕、以撒即个家族吼，因是经营啥物代志？因是牧羊的对无？所以上帝借着因牧羊的工作，互因富足起来。咱若看创世纪26章吼，咱知影讲，其实因的家族吼有真侪羊群甲田，吼，所以无需要靠拍蜡来维持生活。所以拍蜡毋是伊的工作，是伊的啥？伊的兴趣，伊的消遣，吼，伊真够拍蜡吼。圣经中间吼讲伊这拍蜡拍甲安怎？讲其实咱知影适当的消遣是无毋对啦，吼，但是吼，若沉迷落去吼。就凄惨嘛！咱看伊拍啦拍甲呐，
离婚了，就是讲野性到极啦。可见讲，以色毋是用拍拉做一种偶然的消遣，是沉迷伫内底，直到伊尾啊，为着安尼来放弃上帝要互伊的祝福。另外咱来看雅各伊的个性是安怎？圣经中讲伊真恬静，恬静的意思是稳重的意思，稳重的意思。常常住伫帐篷内底有人误会讲。安尼，这雅各可能是一个宅男啦，拢闭伫个布棚内底。其实毋是啊，咱来看原文这布棚是安怎？伊是复数，复数意思讲，因是部落中间几来的布棚。雅各的个性就是真稳重，所以伊真顾家，伊拢常常伫即个部落内底负家己的责任，来做好照顾部落的即个工作。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因两个人个性是完全无共款，伊比较较顾家，即两款个性造成啥物款的影响？咱看起着一个是真放纵，放纵到尾安怎？将家己的消遣一个娱乐的代志去影响家己的性命。所以咱看起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安怎讲？伊讲有贪恋世俗，亲像以扫，因为伊一点食米，将家己大囝的名分。袂去，袂了安怎？后来煞后悔啦当伊老爸要来祝福，无法度得到老爸祝福的时阵大哭若无路用啦袂当挽回伊老爸的心意回转所以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以扫即种拍拉实在是过头放纵，直到安怎贪恋世俗的代志。所以这是因两个个性完全无共款。第三，咱看因即款的个性影响着因家己的眼光。咱看即对兄弟的眼光是无共款的咱理解就是讲，我捌看过一个报道，讲，这报道是咧报道一个实验，伊找一群囡仔来，来做实验，每一个囡仔做无共款的实验，一个囡仔就单独互伊伫一间房间内底即个伊就叫伊妈妈摕一粒糖仔放伫桌顶，讲你照一粒糖仔妈妈即摆出去等下妈妈转来你若无食即粒糖仔我互你5粒糖仔，佮加一本故事册一本册互你伊就即妈妈就离开伊就去观察讲遮个囡仔有个囡仔看到迄粒糖仔喙烂流出来，挡袂牢就摕起来食。安尼尾仔就无5粒糖仔有个囡仔就啉来到妈妈转来有5粒糖仔佮有一本故事册所以伊用这个实验去观察讲发觉讲这头一种囡仔控制家己情绪控制家己欲念的能力较低第二种囡仔是比较较容易控制家己的情欲控制家己的这个情绪能力较强了两种囡仔就是无共款的发展咱拄则所讲的这以扫就是第一种嘛是真低视的人只看重眼前的利益袂去这长远的福气。所以咱看起着以扫讲我将要死这大囝的名分对我有啥物款的利益？为着眼前一碗红豆汤真容易就将大囝的名分来卖掉。咱来看雅各无共款雅各看着将来的祝福，伊看即个大囝的名分诚侪宝贵所以伊无互眼前的即个利益来卖血可能大家看起来讲伊可能输一碗红豆汤但总是伊将这眼光放较悬放较长这其实互咱真好的提醒啦咱咧看代志这眼界爱看好远毋通因为今仔小小的一个利益就付出真大的代价这是咱来理解第四项关系福分因两个人有无共款的态度一个是轻看一个是较无圣经中讲因为以扫轻看伊大囝的名分轻看就是无尊重无重视藐视
掠做这大囝的名分无重要，所以基本上以色认为讲大囝的名分无啥物了不起，甚至袂当比拼一碗红豆汤。但是雅各的态度无共款，当以色来讨红豆汤的时阵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伊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伊马上掠了这个机会伊就马上甲伊交易来讲，意思讲，我要用这红豆汤甲你换大囝的名分所以表示雅各其实是真无真重视这大囝的名分。那安尼虽然咱看其实整个圣经的脉络，咱来看圣经并无赞成雅各用无好的手段去得到大囝的名分，但是咱理解上帝是看一个内心的上帝，上帝知影伊是较无即款的福分所以圣经中间嘛有即段经文对咱讲耶和华讲，以色毋是雅各的大兄吗？我却爱雅各万恶以色，表示讲上帝是看人的心中的上帝。你若较无即款的福分，上帝哪看重咱？而且咱会拄到一个疑问，这疑问就是讲，咱看见着雅各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福气。咱知影了后伫以撒要过往进前雅各甲伊的老母联合起来骗伊老爸的祝福。这是一个欺骗者，这个欺骗者，上帝为什么拣选伊，佮而且祝福伊？咱会当对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代志。第一项，这个交易看起来是无公平，但是是双方同意的交易。以色原本是大囝，伊拥有这个继承大囝的权利的一个权柄但是伊却为着一碗红豆汤，将伊大囝的名分来卖掉。有人是讲这雅各伤过奸巧来大兄欺骗。以色了后嘛是讲雅各来欺骗，但是其实咱若对圣经来看，平心来讲因这交易是双方拢同意的嘛。雅各根本都无来欺骗嘛，欺骗是安怎？欺骗是讲讲好的代志无准算但是雅各无雅各讲好讲要用红豆汤甲伊换大囝的名分，伊就照安尼去行嘛甚至咱看到到尾伊佫加一寡饼互伊呢佫一寡沙米薯互伊。所以咱讲这可能对咱今仔来看，毋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但是是双方心甘情愿的无人逼这个意思第二项，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雅各争取的结果互伊付出足大的代价伊用这款无正当甚至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伊老爸的祝福。其实咱看伊的一生其实咱今仔看，其实毋是啥物祝福啦，因为伊为着这欺骗的行为，因兄弟的感情破裂，伊必须要流亡到异乡去。后来伊佫拄着一个比伊较奸巧的阿舅，带骗，所以因若去互骗甲真彻底，伊晚年的时阵，因的囝佫互相欺骗来骗，直到伊年老的时阵，佫为着伊的囝的代志咧艰苦，所以咱对圣经中间来看，伊一生其实无所谓得到所谓咱看到的祝福啦，但是伊得到的祝福是啥物货？伊得到的祝福就是上帝一直咧调整伊，上帝一直咧调整伊，上帝借着伊的奸巧来调整，互伊成做一个顺服的人，这就是伊的祝福。伊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常常伊甲上帝伫地，成做上帝所使用服侍上帝的人。所以雅各所争取到的祝福，就是伊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完成上帝伫历史上交代伊的使命。对雅各的代志，咱来看上帝拣选雅各，就亲像上帝拣选咱同款。咱毋通若准讲咱比雅各较好。咱生命中间依然存在着真侪软弱，真侪瑕疵，真侪无达到上帝拣选咱的理由。
但上帝又愿竞选咱，互咱甲伊做伙同工，来参与伫伊拯救世间人的工作。所以上帝是竞选无完全的人来完全伊的圣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一个福气。所以最后，咱今仔日看大囝的命运的故事，这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咱虽然咱在座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大囝，嘛无一定有啥物款的官兵，但是咱另外有一个身份，就是咱做耶稣基督门徒的名分。咱受拣选是要来承受上帝国的产业，这对咱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咱来说哩，毋通亲像以色同款，贪恋这世间的物质的物件。直到咱有可能出卖做耶稣基督门徒的名分，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万民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福分参与伫你的圣工。主，阮愿意牵调伫即款的祝福，互你使用。成做你的工具，求主帮助阮，互阮无失去做你的门徒的名分，一世人跟对你来荣光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牧师所传达宝贵的信息，真做咱会行踏甲勉励。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217首，受卖迄暝救主耶稣。圣诗217首，受卖迄暝救主耶稣，请起立吟全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伊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甲来甲主同
的安。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所规五个人所，主要所讲，恁要把长大，就就近伊，就就近我，我要互。主要要喙答因无语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地地。甲恁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令的。主要所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作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祝谢，所以咱逐声照伊的名，逐声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用阮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查恳圣心来圣别法，也圣别者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透过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帮助阮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杯是新约，是主要所基督所留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咧，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你的恩典。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若是有头一摆来到伫教会，毋知影奉献的意义，请毋免奉献。即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所赏赐阮的性命、时间、金钱、财情，这拢是属于你。愿阮今日所献，嘛得到你的欢喜甲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请坐。即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义主日，为着要唤起兄弟对教会内外性别公义议题的重视甲意识的觉醒，促使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歧视，建立和谐互助的关系，共同营造性别平等的友善环境。第2点，特别事项。本会定伫11月10日，嘛是后一个主日下晡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单位立传道师、洪立牧师，阁有就任本教会关怀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请兄弟来关心代祷，并且来参与。单位立传道师的简介，伊是伫1978年12月13来出世，母会是台南中会复国教会。捌伫七星中会、永安教会的做传道，现任伫本教会三指分堂来担任传道。第3点，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陈俊德兄弟，嘛是陈光良兄弟的爸爸，伫10月25安息主怀，定伫11月16，嘛是后礼拜6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今一厅来举行一连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来恭喜本会会友郭碧伟甲王玉文伉俪伫10月30得到一个后生红爷仔，愿上帝来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4，音乐报道会伫本会甲台湾基督教会音乐事奉协会合办，伫钢琴啦 Sandra Wright Sen 的音乐报道会，定伫11月9號，嘛是即个拜六下晡3點到4點半，伫本会10樓禮拜堂舉行，歡迎兄弟邀請慕道友來參加。敬老的旅遊，秋天到啊！拄啊好，互咱做伙来参加教会敬老的旅游，所以伫11月26到27，拜2到拜3，是要去台南台江国家公园四侧的绿色的隧道啊，甲等等的所在所以若是有符合伫报名的资格年满65岁的会友，在职的会友有补助2000，其他参加的有。就是费用爱3600，为即摆开始报名到名额满为止。若想要报名，会当伫9楼来美仙干事来报名。咱阁掀到第7页，真重要逐场拢一定爱报告。伫牧师伫即礼拜2就开始有要开。共观福音的查经班，第1阶段伫马太福音书第1章到第4章，拢总有3个时段第每礼拜2的早仔甲下暗拢开一班即个拢总有7节课，伫迄个早仔是伫10點到11點半伫教室，伫10樓下禮拜堂下暗時是7點半到下暗的9點，嘛是伫10樓的禮拜堂。伫拜4的下晡2點到3點半，佫是有第3場所以為11月初就是即禮拜2甲拜4開始，攏總有7節課，請大家注信，還未報名的請趕緊甲幹事來報名。以上，這時請牧師來歡迎來賓。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才有一位即个林婉如女士，伫咱的中间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的。
哦，迄个汉语的爸爸妈妈哈，来，啊，等于哈。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遐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介绍甲交代。牧师特别搁提醒一遍吼，咱即礼拜开始要查经班，只有7堂课吼，第一阶段所以请大家一定爱拨时间来参与这是牧师的提醒，多谢。即时咱要来做伙来起来唱祝福甲查恳的诗歌402首，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